来继续来关心飞竿搜救的行动，到今仔日第5天，也是找无上位潘英尊。今仔日的天气加真好，海上嘛较稳定。军方阁来出现着出动这个无人机，两车真数大队，嘛到片头搭的周边海域落水，继续来找。换衫裤、派装备，全副武装要坐树灵船继续落水搜救。 虽然要受一寡风影，不过天气至少有较稳定，无阁直直落雨。搜救行动第5天，搜救大队自兰仁渔港落水，继续进行海域搜查的工作。一样是从鼻头礁往南8公里礁盘地区实施水下的搜寻。搜查范围除了海洋，同款包括无人机伫海岸线顶顶的所在找找，来回详细的找，希望会使有更较侪线索。我们在我们国军的编制的这个装备跟能力范围之下，我们会尽可能的发挥这个搜救的功能希望能够有好的结果。时间1分1秒的过，要是找无飞竿潘英尊。 长期抗战就算艰难，相关单位嘛无放弃任何的希望，继续进行搜救。